美洲、欧洲、亚洲、大陆、动、起、停、中心、签证、行李、背包、锁、入口、出口、油、钥匙、方向、交通、标准、拍照、腿、背、脖子、汗、脸色、救护车、咳嗽、发烧、头痛、疼、保险、挂号、牙刷、药房、救命、影响、感觉、精神、正常、有钱、生意、商人、老板娘、店员、定位、得到、困难、百货公司、夜市、